刘兄弟平安，新年恭喜！请咱三甲备万心，今日的新春清谢礼拜。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三甲来吟圣诗学老上帝，圣诗第434首，主有恩典大慈悲。
请三甲徛起来去。 请游员徛伫因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 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再甲用使徒的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 伫本朝比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 阿门。请坐。启应，信息后面启应文第17篇。信息后面第1029面。 启应文第17篇，上诗也是诗篇65篇。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搁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 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管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增肥。上帝的雨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
你灌溉田园收边土地，落到夜会雨水，互土木软软。做车，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得地，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地。山头用欢喜做大芽，草坡用羊群做沙青，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做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搁掌管历史的主宰，听阮的爸，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伫个旧历过年、新年、正月初二，就享受好的天气，互阮众兄弟姊妹通到你的圣殿聚集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一极大的恩典。阮感谢你，主啊，阮回顾旧的一年，阮通伫南门教会迎旨设教70周年。主啊，阮感谢你今日差遣阮信仰的前辈，伫个早前来到南门即个地区来讲传你的福音，扩展教室。通伫遮起做礼拜堂，通互阮逐礼拜对逐所在组织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阮为着这来感谢你。主啊，也求你伫新的一年，有缘施阮祝福，互阮甲主你同行。会当继续伫即个地区来播扬你的好消息、你的福音，来吸引侪伫你的旨意所定着伊的兄弟、信你的兄弟姊妹来到遮来敬拜你。主啊，总是阮嘛要孝念。阮所敬听的杨秀元姊妹，伫个昨日除夕迄日，你煞伊伫世间的着磨，互伊安息主怀，归往天家。主啊，阮求你的圣灵，特别甲亲人、家属三甲伫咧，你亲身来。安慰、扶持，因个相比敢毋甘的心。主啊，面对新的一年，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国家社会来祈祷。主啊，你所享受即个土地，阮所徛起的台湾海峡，伫全世界。会讲来是一个风险诚悬，甚至战争的危险诚悬的所在。主啊，求你使阮人民伫顶个月，阮所用民主的方式所选出新的执政者、立法者。主啊，特别求你，互因有谦卑的心，有参明智慧。通面对即时甲未来的课题、甲问题，主啊，互因真正是执行和平、公义的政策，互阮即个所在国境通平安，大家通安居乐业。主啊，相信阮也。要特别为着今日无法度甲阮三甲伫遮来做伙敬拜的兄弟，主啊，不管因是伫个病痛中，也是伫个
厝外当兵种种的状况，主啊，求你的圣灵拢甲因伫咧，你的扶持、带领、安慰，甲因伫咧。主啊，阮将今日的敬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不管阮的吟诗、学祷，阮的祈祷，阮共读你的话，无私的正道，以及阮的奉献，以及阮的圣餐，主啊，求这一切拢互你悦纳，求你的灵甲阮伫咧，互阮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通进到你的面前。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赞美要请圣歌队一首祝福的圣歌。
感谢圣歌队，参加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路加福音》第22章第19节到32节。台语和日本伫个新约98面。路加福音第22章第19节，佮摕饼祝谢来拜互因，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献的，恁行即个来纪念我。食了后，旁杯也是安尼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设立的，就是为着恁流出的。若是卖我的人，伊的手甲我伫倒里。因为人子真正去照所定着的，若是伊互甚物人卖，迄人有知的。因就三对问，其中甚物人要做即个代志？24节，因有得三钱，看中中甚物人算最大。耶稣就甲因讲：列邦的君王做主来治理因，管辖因的称作君主。若是恁就毋是安尼，恁中间最大的就亲像是岁，最头的就亲像车因。甚物互人最大是坐倒的，还是做车因的啊？这毋是坐倒的吗？若是我伫恁中间亲像做车因的，恁就是常常甲我伫试炼中的。我用膏封恁，亲像我的爸嘛用膏封我一样，互恁伫我的国，啉食伫我的道，恁也要坐伫座位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佮讲西门啊，你看撒旦捌爱得着你，爱跋恁亲像跋麦。若是我有替你祈祷，互你的心无失落，你归正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伊的话的人。请张牧师正道，甲耶稣同齐道。咱阁是该同心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就亲像圣歌队今日所吟的诗歌，伫新的一年，愿上帝你的真光引带阮，伫每一日，伫每一个时刻，伫每一个状态，有上帝你的真光来引带阮，互阮无差错，无偏差。搁较愿上帝你的平安踮伫阮，亲像主耶稣讲，伫即个世间，阮会拄着真侪苦难，总是阮通放心，因为你已经赢过即个世间，你要将迄个出伫人以外的平安来赏赐阮。主啊，阮若要恳求你用疼赏赐互阮，阮的疼真刻意，阮的疼真有限。阮只有疼阮家己，疼阮周围的人。有时，阮需要上帝你的疼来引带阮，互阮有较宽阔的心。伫你的疼会吸引的，阮也会通搁疼搁较侪阮厝边的人，亲像家己。今仔日阮伫正月初二，也是伫阮传统。咧回娘家的日子，上帝你的百姓三甲聚集伫你的家，就是要来朝见你，就是要来团圆，就是要来诉说上帝你的恩典，也是要来得到你的欢喜。所以，阮三甲聚集伫遮来敬拜。我要甲主耶稣同齐道来领受你救恩明显恩典的记号，阮接所领受的。诚做阮灵性美牛，诚做阮信仰的帮助，互阮搁较有气力，搁较有目标，搁较有愿望，所在标来跑走。天父愿你用人真有限，
会明目甲传达上帝你奥妙的真理，伫圣神就是真理的灵的运行下面，来对你的百姓直接讲话，互因通过今日敬拜，阮领受到你的听，你的真理，也知你爱阮行的道路。阮同心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我毋知影你看这两张图，你有甚物款的感受？伫过年的时阵，咱伫除夕，伫过年前，咱都爱搭即个春联。犹太人伫搬过节的时，因爱用羊的血来抹伫门徛边。最近我愈来愈感受到，为什么台湾的过年甲犹太人的搬过节有遐尼侪共款的所在？我毋知你捌听过过年的传说无？吼，听伊讲为什么咱来过年，就是讲有一个叫做年的年兽吼，即种野兽叫做年，伊当年到即个年尾的时拢会出来食人，所以毋通出去，大家关伫厝团圆围炉，然后因为即个年即个兽。真惊红色的，所以咱会伫门徛边来搭春联，来求福气，互即个年兽袂入来。你甲即句即个传统甲圣经家连起来想，出来记12章21节甲23节，伊讲摩西就叫以色列的长老甲因讲，恁逐人就照恁村里几个人来准备羊然后伫即个搬过节前。杀羊然后用牛切草运迄个羊的血，甲伊抹伫恁的门徛边，双边的门楣甲门徛。迄暗，恁无论什么人，毋通对伊的厝出门，因为会有死失。伫到明仔早起，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伫迄暗要骗行来拍死埃及人。总是因若看见血伫门楣双边的门徛，即个是一个记号。耶和华就要搬过迄个门，毋准迄个灭性命的天使入恁的厝来拍死恁。即个甲咱咧过传统的过年真共，咱大家伫除夕夜，大家拢围炉，大家伫遐搭窗咧。恁也知影。希伯来人就是用搬过节做因的新年，所以咱即马以色列人咧过新年是差不多咱的过活节吼，搬过节过活节，迄阵因3月4月才有过新年，总是咱遮是农历的新年。所以即个为什么华人有即种的传统，甲以色列人咧过搬过节过新年有遮尔类似的所在，一直最近伫我的心内定咧想遮个代志。所以咱看见除夕到圣经讲迄天黄昏的时，恁就杀羊然后取伊淡薄的血，然后恁食迄个羊肉，用火来逼伊，大家团圆伫遐，莫出门，因为出门迄个灭命的天使，恁会拄着死失，爱食无架饼，食苦菜。咱台湾嘛咧食长年菜吼，嘛是叫做苦菜，所以真侪真共的所在吼，所以毋知即个传统是安那来的。今仔我要讲咱甲主耶稣共坐道，耶稣随上伊道成肉体，伊知影食的重要性，伊知影咱伫食的中间有真侪交陪的机会，所以耶稣伊的肉体伊嘛会枵。当伊出来传道的时阵，40日伫旷野受试炼的时阵，讲伊无食什么，所以伊肉体腹肚伊嘛枵，所以伊嘛需要食。伊嘛知影人需要食，所以当伊咧讲道的时阵，看见侪人围围来听伊的讲道，讲到日暗嘛，已经无通食。耶稣讲我真怜悯食的人，因为。伫即个所在缀我2、3日，因早的物件嘛拢已经食了，无通食。我真毋甘因枵腹肚转去，
因伫路上会感觉真艰苦，所以知影食对咱的重要性。耶稣家己嘛真定定去参与这宴席。你若看福音书，伊受参加第一个巡礼，就是迦纳人咧结婚式，因去参加迄个婚姻的宴席。伊嘛定定受邀请去这这法利赛人的家顶顶。伊特别甲遐个定定互批评，就是你哪会甲迄群人咧食饭？遐拢是黑道的，遐拢是人看袂起罪人啦、抽象的啦。所以法利赛人看见甲耶稣的学生讲：你要食饭，你嘛爱跟对象，毋通遐社会名声无好的人，哪会去甲因做伙食？所以耶稣真知影，咱伫即个世间关系食关系甲人做伙伫食饭中间的交配迄个重要性。所以中文一句话讲：民以食为天啊！吼，我足会记哩吼。伫几啊年前，因为中国的人权的记录无讲真好，所以欧美的国家就一直咧促进讲你即个习近平主席吼，你都爱好好开放互人权。这习近平讲一句话真霸道，伊讲阮中国共产党会通互14亿个人口食到饱，安尼就是对世界上大的恩惠安尼。那食无饱，就是会真即个会动乱等等。伊讲即个是，所以人权无重要，食饭重要啦。伫咱的政治人物嘛有讲民主也袂当当饭吃，吼，感觉讲食饭一切是上大上重要的代志。伫咱遮尔富裕的社会，你敢同意讲咱都食好死，看也死无食？你捌听过即句话无？就是讲人口足丰富，咱食到安尼离开世间，较赢过你死无通食。是啦，有一寡道理啦。总是耶稣甲咱讲的教示，伊知影食重要。总是你毋通甲食当作你生命上大的目的。伊伫马太遐讲，我甲恁讲，你毋免看路，你看天顶的飞鸟，你看即个百合花，因无种植无芳质，上帝互伊穿甲遮水，互伊养饲遮野兽遮鸟食，无你看路。明仔载要食啥物？要食搁较丰富，要搁食搁较多，毋免看路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因为恁的性命比食较重要，恁的身躯较大伫意上。所以耶稣是咧甲咱讲，是咱为着爱活，咱爱食，食是为着要活命。总是你活，毋是为着食啦。我来到世间就是要食尔。到底食是干那要维持咱的性命，互咱伫世间去追求迄个永远的活命，搁较重要。咱今仔日即个性命，即个活，毋是为着我来世间就吃吃喝喝。然后就没有明天了，毋是为着安尼。所以华人特别注重这个食的文化。华人的食各种的场合啦吼，特别我几个的节期啦吼，除夕咱就食年夜饭啦吼。除夕一过15以后，讲咱大家来啉一下春酒一下。那元宵咱就开始食圆啊。5日节食肉粽。若到中元节就食拜拜吼，中元节7月15，然后中秋咱有月饼通食。这期拢甲食有关系，总是嘛毋是干安尼尔，抑各种的场合，咱的文化讲生日要到有人请食饭，是咱寿星爱请人。你若有升迁，我领着年终奖金，是我就咧请大家食饭。结婚的时阵一定爱请人客。你若搬厝，我就已经搬一个新厝，所以入厝请大家入厝来食倒。为国外转来，是为我来甲伊接风啦吼，是咧欢送来食一个饭。我若囝儿出世、孙仔出世，就互恁食即个油饭啦、麻油酒啦。毕业有谢师宴、交际应酬，若要做生意，咱就爱啉2杯啊。若甲人打赌输讲，无我就摆饭局来请你，
甲人谈判讲生理，也是要谢罪，请一道。咱各种的场合拢是咧讲遮的问题。一顶礼拜咱有讲信道甲文道的差别。咱知影主要说，伊伫世间行真侪信力，有遮个加利利甚至约旦河的对岸，到伫犹太地区，真侪人都来找耶稣，望病得到医治。所以黑沉沉，伊大概到的所在，足侪人咧。特别什么时阵上侪人？你若看福音书，就是伊用5块饼2尾鱼，饲饱真侪人以后，伊5块饼2尾鱼，无伊遮人腹肚枵枵倒转去，互因食饱了后，就要甲因找肯，互因离开，转去家己的厝。所以伊甲学生坐船去到另外一个所在。无拍算遮个人得到食饱5块饼2尾食饱了后，因伫迄个所在去探听讲，耶稣即马去到什么所在？伊坐船过去加利利迄边花，遮个人黑沉沉，佫要来找耶稣。所以耶稣伫即个马太的即个约翰第6章26、27节，耶稣看遮个人毋放伊煞，佫继续来找伊。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恁今仔日来找我，毋是干那因为看我5块饼2尾即个神力，是因为恁食饱食饼食甲真满意，恁食饼会饱安尼，为着安尼恁望讲，我若搁缀耶稣3顿拢伊供应啊，我若有破病伊甲我医好啊，来缀耶稣安尼敢毋是真好？耶稣甲伊讲，无得为着会败坏的美牛来。对无？今日咱即顿食了，咱后一顿嘛会枵。咱敢若一直拢为着后一顿伫迄个所在。耶稣讲，恁着爱长长为着长长得地永活的美牛。你爱食迄个，互你会通得到永生永活的美牛。我来就是要互你迄个永活的美牛。我来毋是要互恁暂时腹肚得到枵，恁暂时的病得到医好。病得了以后，有一天你嘛爱死啊！今仔人主来是要互恁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才重要，是对耶稣上主要的目的。所以咱顶礼拜咧讲信道甲文道会通分做2类。信道就是相信耶稣会通解决我即世人所有的问题。我赶快的时候，我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我破病的时候，有一个人通好求；我腹肚枵，我找无头路，我。有啥问题，我会通伫今生来求耶稣，这个叫信道。你相信耶稣会解决你今生的问题。总是文道无同，文道伊左言毋是讲我来缀耶稣，伊会通解决我即世人的问题。文道是看到搁较后壁，搁较迄个即世人了后，我要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咱若看历史，耶稣12个门徒无一个，可能敢若迄个约翰寿终正寝，剩咧其他的人拢顺道啊。若要讲伊是足歹命，伊若缀耶稣缀到最后，嫌性命都无伊。所以遮个人，因会诚做门徒，因为因知影，因看见迄个你即时啊看袂见迄个永远的活命，伊要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耶稣咧问讲：你今仔日咧问咱啦，你今日对我是到底是看是要诚做信徒道，还是你要诚做门徒？今仔咱来敬拜，咱今日来诚做主耶稣基督学生，来做伊的门徒，咱是为着迄个会败坏，食了会阁枵，病得了医好，你嘛会阁破病，嘛会年老，有一天你嘛会离开。你是为着这来着磨，还是为着迄个长长直直永活的美牛来要着磨？耶稣讲：我来主要目的，毋是要互恁干那这100年、90年、80年的人生，互恁得到满足。人主来是要互恁得到永远的活命，这个才是重要。所以今仔日咱要守圣餐，咱就是要领受迄永活的美牛，迄个恩典的记号。接受伊由着我赎罪救恩。有人咧读约翰6章
无好读，啊特别后壁这段的话，互侪人，甚至今仔侪非基督徒用这段话，也是早期宣教师咧宣教的时阵讲，啊基督教拢咧食人肉，是咧食婴仔的血的。因为伊讲即句话，互咱感觉非常会袂当明白。耶稣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有永活。末日我要互伊过活。耶稣讲：我的肉是真的食物，我的血是真实通啉的。那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伊踮伫我，我也要踮伫伊。那来讲我这吃人肉啊，喝人血，哪有即种的代志？所以真侪人听无，包括伊当时的学生嘛听无。所以伊的学生中，你若搁继续读落约翰6章60节到69节，伊的学生中侪人听了就讲：啊，即个话真恶啦！什么人听有？你咧到底是咧讲啥物？耶稣心内知影，这学生为着即个拗念。就甲因讲，即个我讲我的肉通食，我的血通啉，即个脱界着啉嘛，恁无当接受嘛，确实无当接受。对安尼，伊有侪学生退去，侪学生就离开啊。你咧讲什么食人肉、啉人的血？总是当时西门彼得讲一句话，讲主啊，你有永活的话，伫你有永生，我要去找之罪，我已经信。你是上帝圣的，是上帝找来迄个为着阮牺牲的羊羔。所以，咱要了解这段话。你若无旧约的背景的了解，真正咱到今仔咱嘛无当接受。什么叫做食耶稣的肉？什么叫食耶稣？你一定该甲出埃及记的迄个半过节的历史经验，甲伊连做伙。耶稣咧讲的就是。伊是半过节的羊羔，有羊羔的记号，才会通得到活命。所以，咱搁一摆来看出来记12章。头先咱有读讲，摩西甲这以色列百姓第10个灾号，迄个灭命的天使伫迄暗要来，既若有羊羔会飞伫伊的门徛门边的，就会搬过去。伊就无将迄个死尸、迄个死亡带到迄个厝。你若无迄个记号，伫埃及地，所有的大囝、所有头上生的，拢会死亡。上帝交代摩西讲，毋是干那出埃及的即个第10个灾号，即个时阵恁来守半过节，即个代志恁着继续守伊。做恁的子孙，恁甲恁的子孙永远会咧，恁还会记哩？有羊羔的牺牲，有羊羔的血，恁才会通今仔日即个活命，才会通离开迄个做奴隶的所在，才会通进入伫迄个应允的土地。所以今仔日咱咧要守圣餐，伊要甲咱讲，我就是迄个迄个半过节受胎羊羔，伫即只受胎羊羔的牺牲甲伊的血，成做一个记号的时阵，今仔日你都已经无搁亲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做奴隶。今日你若领受即个羊羔的血甲伊的肉，你就无搁互罪恶，甲咱逐个人拢会拄着死亡来控制，做死亡的奴隶。做即个罪恶的奴隶，因为咱脱袂出即个罪恶对咱的引诱，总是因为我有羊羔的血，得到永远活命的记号。所以上帝交代摩西讲：，恁到耶和华所应允赏赐恁迄个地，继续守半过节。后摆恁的囝儿毋知影即个历史啊，毋知影讲是安怎，咱会伫半过节，伫太阳，都爱食即个羊肉啊，啉即个用羊的血做记号。恁的囝儿若问恁为啥事行即个礼，恁就讲，即个是上帝耶和华半过节的祭。因为当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伊有拍死埃及人，
总是盘过一群人，毋是即群人较优秀，毋是即群人有甚物款的功德，是因为即群人有羊羔的记号，盘过以色列人的厝来救恁大家。所以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甲亚伦，以色列人就安尼行。那你认为咱过2-3个月，嘛今2月，到后个月3月受难节，就是咱知影主耶稣伫迄个受难的暗暝，伊把握最后机会，伊发声，也互今仔日你甲我知影，今仔日我为着恁来牺牲，我亲像迄些受害的羊羔。我会回要诚做恁甲上帝立新约的记号，所以只要有这个记号，伫这个门内底的人会通得到保全。这个人无一定比埃及人较好，这个人无一定要受较悬的教育，无一定要做甚物代志，总是伊有接受羊羔的保护，抹伫咱的身上，诚做咱今仔日。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阵，得到永远活命的一个根据。所以耶稣互这个最后晚餐，因咧守盘过节的时阵，学生当时拢无了解，因毋知耶稣是安怎来做这个动作，讲这个话。所以看见咱要守圣餐的时阵，咱要学耶稣的咧，伊提饼祝谢，背互因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今日为着恁来献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摕桌顶的杯来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是为着恁所流出来。为着这个血，恁甲上帝有一个新的约束。上帝看这来认定咱，会通得到永远活命。所以今仔日咱要守圣餐，盘过一个暗顿，诚做今仔日圣餐，咱要食这个饼。领受主耶稣为着咱的牺牲，要来啉这个杯，因为这个是你甲上帝立新约的一个新的记号。咱接受这个羊羔，为着我的罪来到这个世间，为着我付出最大的死伫十字架顶，然后伫伊的血，上帝救赎咱。所以承认耶稣是我活命的美娘。我要通过伊的教示、伊的真理、伊的牺牲，来得到救恩。伊也毋望后摆咱的生命中永远有耶稣基督。你捌听过即句话？食教，食教，确实是早时侪人对教会目的的嘲讽啦吼。迄个人会去教会，就是要领面粉嘛。食教，要领面粉，就是遐信徒毋望通过当时美元的面粉，教会通过教会咧发。所以因我会通得着食饱，所以我来做基督徒。有一寡人伫当时是安尼。所以今仔对咱来讲，确实咱是一个食教，咱是咧食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所牺牲的一切。咱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食这个羊羔的肉，然后我啉伊的血，互耶稣的生命进入伫我的生命内底。我要领受伊的真理。毋望我逐工伫这基督，伊毋望我永远的伫咧埋进的时阵，甲主耶稣同行，亲像早时以色列人迄个帐篷迄个会幕上帝会幕伫迄个所在，甲摩西伫遐三甲会面。今仔日咱嘛是每一工来甲主耶稣基督相同行，所以今日咱要甲主来领受圣餐。虽然有人讲咱新春感谢礼拜真侪人等于南部，甲村里人团圆人会真少。领圣餐人侪少拢无关系。每一届咱领圣餐，拢咧领受即个稳定有形的记号伫咱的中间。我毋知影你有去感受到，我即摆要甲主耶稣倒转去到盘过一个暗顿，要来甲伊三甲坐倒。这个是一个真慎重的代志。你敢捌甲一寡较出名的人做伙共坐倒？我去查，即摆要甲一个出名的人共坐倒吼，
所谓就是这个投资之神啊，吼，股票之神巴菲特。咱知这92岁巴菲特，因为伫2022年6月19是最后一届，你要甲这个人食一顿中昼顿，伊互标啦吼，伊为着慈善，我标着偌侪钱，我这个钱毋是要互我，我要互别人安尼咯。你知影2022年最后一届，伊甲人食饭，迄个人爱付偌济无？5亿6千万，这应该是台湾钱啦吼。甲巴菲特共进午餐，就是标着的人爱付5亿，真出名。我甲伊讲一寡话，袂一定我后壁后摆投资股票会较有一寡概念，会通趁，甲这5亿佫趁倒转来。是甲出名的人同齐倒，真有迄落。你也通甲总统同齐倒，迄佫较与有荣焉。我这有2张图是巴菲特的图，另外一张吼，我嘛感觉不知公平吼。我捌甲蔡英文吼，无甲伊同倒啦。伊迄当时吼去洛杉矶吼，为着选举来竞选参会一块刀，敢$1000的款。阮会友吼，有人甲赞助$1000，讲无事啊，迄毋是我出的啦。咱来参加总统参会安尼。无甲伊坐共倒啦，迄超40-50刀咧。毋过有机会通甲伊翕一个相，你看我无信用甲砍掉安尼，我嘛感觉足公平咧。即种相嘛足公平。咱感觉讲甲名人同齐倒是种的公平。今日咱要甲上帝同齐倒，咱要甲上帝同齐倒。即最后的晚餐，达文西即幅图真出名，咱大家知影。总是咱要甲伊坐倒，是毋是有甲出名人同齐倒，甲上帝同齐倒迄种的光荣感、神圣感，甲迄种感谢、迄种的看法。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伫最后晚餐的时候，佫有一个插曲，我想大家真知影，伊替学生洗骹。伊讲我做主做先生，甲恁洗骹。今仔咱伫教会内底，伫咱的家庭，伫咱的职场内底，咱爱学伊迄个宽恕。咱毋是坐伫悬顶等人来甲我侍奉，我是要做车用的，伫我的周围中间做一个互人车用、互人得到利益的人。伊最后所互咱诚做一个路卜真好的方法。最后咱知影，耶稣在世间的时阵有甲学生做伙食，有甲一寡遮法利赛人做人做伙食饭。所以你有注意到国外的主，伊嘛食呢。所以咱头先咧读使徒圣经，你毋知有特别注意无？我信肉体的国外。耶稣国外了后，毋是灵魂搁倒转来，是肉体的国外。所以路加24章讲，主耶稣国外了后，伫加利利的海边，搁一届显现了学生看。这学生为着欢喜的缘故，无可能啊！这人死命啊，抑佫毋信啊，搁得奇怪。耶稣要证明伊是肉体国外，伊甲学生讲：恁敢有啥物物件通食？因就将笔用烘的鱼分一片互伊，伊摕去当因的面食伊。福音书甲咱讲，这是要甲咱讲，你咧讲肉体国外，有一天，即个体会败坏，总是上帝要想出咱另外一个体。迄个体就亲主耶稣基督的体，嘛是有迄种的食，甲主耶稣三甲坐倒。今仔日咱咧讲的，毋是足久以后的代志，有一天咱会伫遐甲伊同坐倒。所以当耶稣伫世间的时阵，甲咱讲一寡话，伊讲。有人请伊啊吼，耶稣甲请伊的人讲，你要请中昼顿还是英顿吼？毋通请你的朋友，还是兄弟，还是亲戚尔。遐好嘢会厝边，伊会倒请你，然后你会受到报答。总是如果你若办宴社的时阵，你若去请遐送香的、拍相的、摆卡的、青面的，你会得到福气。
因为因确实无能力通报答你的恩情，就是义人国外的时，上帝要保守你。当道的一人听见这的话，讲啊，我是足愿望，若伫上帝国，会通甲你相甲遮的人有福气。兄弟姊妹，今日咱也是咧扛着即个愿望，伫上帝国临教的时，你甲主耶稣基督同坐道。耶稣应允咱讲，你要伫我的国度，甲我同道临食，而且将来我咧审判以色列12支派，咧审判列国的时阵，恁要甲王做伙坐咧审判啊，即个国度，这是何等大诶应允，咱会通甲主同坐道。所以今年咱特别伫顶礼拜有强调，咱今年的主题是第进步到完全。伫新的一年，咱逐工甲主耶稣基督相甲跑走人生的道路，希望咱真正有一天伫上帝天国的道观顶，甲咱的主搁一摆同坐道来食。咱相甲用即个金句，就是咱今日宣调的时所读的，来做咱今日金句，咱做来读。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启示录3章20节，我是讲什么人？主耶稣。主耶稣徛伫咱门外拍门，即时无一定伊徛伫你心门外拍门，求听伊的声开咱的心门的人，伊就会甲咱做伙啉食。邀请咱三个来守主的圣餐。下面咱要守圣餐，请咱三个来吟。圣诗第355首，阮担自集甲主坐道。坐吟就会使。阮担自集甲主坐道。专心来听你的话，在我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伫高圣经信仰故事，伫阮心内做模范，甲阮同过一生的声。听的胜利大伟大，将阮礼拜变做引导，献给生活做见证，找阮出去演听好有，冲突所在求和平，基督求你。阮听心，学你写面无怨叹，互阮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界，主必相信，在阮邀请，其他人起来分享。欢迎属于主的学生，伊的囝儿三甲来就群主的宴舍。
当主耶稣受卖迄年，伊有摕饼祝谢对学生讲：看，这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一个搬过节的羊羔，为着咱拍破伊的身体，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完成救赎的恩典，咱用安尼来领受一个恩典的记号。请咱长老来侍奉。主耶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就跟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不管你伫什么教会、伫什么教派，个别过信仰、领受过洗礼，拢欢迎来领受恩典的记号，来领受。主耶稣为着咱牺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中间若还未洗礼，还未个别过信仰的，欢迎你来接受这个救恩，来领受上帝要赏赐咱这个永远活命的美娘。一楼毋知还阁有，一楼还阁有人伫迄个所在无？咱会通先甲迄塑胶袋啊先摕开吼，为着疫情的关系，咱拢特别甲伊用安尼。这是主耶稣为着你的罪来拍破的身躯。拍开这，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甲我的罪来拍破的身躯，咱三个来领受这个恩典。食了，主耶稣利用桌顶的葡萄汁对学生讲：看，这个杯要成做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羊羔的宝血来做咱得到救的记号。咱三个人领受这个新约的记号。
你着将杨过的宝贝来抹伫恁的门徛、门玫瑰。当迄个灭命的看见即个记号，就要搬过去。这个是摩西时代出来嘅百姓，甲上帝立约的记号。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的记号。当你无过做罪人，无过做受咒诅的，你是上帝所听的囝儿。嘛，这诚做咱灵性的美牛，带领咱伫新的一年，日日甲主同行。毋知咱有人还未领受着无？记啉，即个主要所基督为着咱的罪所留的保费，是咱新约的记号，咱会使来领受。主要所讲，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的罪来死，直到伊过来，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合一个。大家来准备咱今日的奉献，拜托胡匡瑞执事甲陈秀玲执事。请咱三个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世
请坐。下面由我来简要来报告，记载伫个周报的第2版教会消息。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新春的清社礼拜。礼拜后伫地下室有茶点，请大家相甲来响应来互相拜年。第2办公室要休假到即礼拜的拜3、拜4、2月15才恢复上班。即个期间若有代志，请咱直接甲张牧师联络。第3下礼拜日，要请前台北中会总干事苏正才牧师来正道，上时也请为着苏牧师娘伫个进行化疗来代祷。第4小会后礼拜了后，第2场的礼拜了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时间参加。第5庆祝释教70周年的讲座，为着纪念上帝的恩典甲演说，庆祝70周年。今年的顶半年，咱甲成德的圣经学院有合办3场的纪念讲座，要开放予所有有兴趣的牧长甲信徒来参加。咱家己教会兄弟若参加有优待吼，请咱来看周报的第6版的明细。第6烘焙班要伫个3月开始，后个月开始要开始上课，吼，请有兴趣的兄弟私人干事来报名。第7 2月份，即礼拜拜3 2月份的拜3的查经班要暂停1个月。团契的消息。妇女团契、少年团契，伫个即礼拜拜5以及后礼拜日有新春的特别庆安的聚会甲祈祷会，请兄弟来参加。圣歌队伫个后礼拜日开始，逐礼拜日的中昼要加班来练习。3月底即个国乐节的赞美礼诗歌。请有兴趣的兄弟，欢迎兄弟来加入即个以歌声来学习上帝的服侍。下面大岛的事项甲后面的奉献的明细，请兄弟来过目，若有登台的所在，请办公室来登记。煞接照例咱的伫个新春的清社礼拜要介绍咱。各个家族吼，甲今日新来的朋友，才将时间交予牧师。刚刚遐讲这是考我有没有老人痴呆的即个时间呐？要安尼挂口罩的，你肯定爱摕起来。我小我看较有安尼啊吼。我想我着为我右手边一个安尼吼，若家族咱就直接徛起来，安尼咱较好来介绍啦。咱为谢老师啦吼，进攻长老。甲伊个家族有伫遮无？进攻长老伫倒？进攻长老伫楼顶，无看啊！伫楼骹咧准备，看来伫地下室有迄个地饼吼，所以咱看伫地下室来迄落。迄个顺姐吼，听教做伙好无？听教吼，义文听教后壁上大阵啊吼！卢信因家族吼，苏慧因规个家族吼，甲建甲顺中遐因个家族吼，迄是雪萍雪碧，我认袂出来。雪碧吼，雪碧雪萍等伊来吼，等伊美国来吼，然后欢迎，这是听教的家族吼，请坐。小文吼，小玲啦吼，小玲啊，这样爱背吼，小玲咱以前的干事，吼，后壁张千惠老师，秀玲还佫有家族伫遮无？无，吼，后来夜莺就甲县长谢康祥甲赖明恩因大家做伙，佫囡仔咧，县长3个公主吼，因伫后顶吼，这谢康祥甲夜莺因甲明恩长老吼，欢迎因
安尼多谢。较后壁的陈秀玲医师你一个秀玲医师欢迎。四牧师娘，四牧师，咱还有过来一个，过来安柔，爸爸妈妈有来无？泽正甲怡婷老师，好咱志伦甲咱的干事陈干事伊伫音控室咧服务志伦，好来宝山兄永庆永柱来无？甲一个。因有伫楼顶无？过来邱新老师甲刘以正今仔日话白恁的来欢迎。咱来介绍卢妈妈卢妈妈90几岁毋免徛无要紧咱欢迎伊蒋敏姐妈妈卢妈妈。到后壁即个阮的亲人啦来介绍阮囝甲阮。牧师娘的二姐家族，阮囝甲牧师娘的二姐，甲伊的公主，好来王林宏教授王林宏教授欢迎伊。来赵美长老冠仪甲江嘉莹，赵美长老新年恭喜，各位是续照陈医师神经外科。神经外科伫马街咧服务神经外科郭先生、郭正志甲金玉做伙介绍是咱上人团契迄落以前是技师的过落去是约瑟长老的家族，甲老店约瑟长老的弟弟龙泉甲嘉欣、嘉琪甲嘉伦嘛算啦嘉伦。即个约瑟长老因的家族嘉伦 ，OK， 搁过我就春英晓，是毋是？甲阿中有来无？阿中有来无？甲Jennifer欢迎。月桃姐欢迎伊家己来。今日咱一个原来的人客智慧节的竞赛John，欢迎你来，甲伊个查某，迄个智慧姐查某囝来欢迎你，因做伙伫后壁。搁后壁是梅老师嘛是毋是？我目睭我看梅老师嘛好欢迎。你这边有绕高无？遮有绕高无？若无就位置来遮来中央长老的家族，来欢迎搁来晋中长老，恁的家族，甲钟玲，甲细泽钟凯钟凯甲迄落好搁过咱的神学生亚拿，伊即马为顶礼拜开始周亚拿伊是永光迄个永光教会周牧师的公主然后咱泽伟。因这个旧年才结婚的，欢迎泽伟甲嘉乐，后面就是黄崇仁医师甲伊的查某囝露露欢迎来尤长老尤长老的家族甲两个查某囝，长老娘咧？长老娘今日无来长老娘伫遐查某囝一个尔用挂口罩才无啥看到。赵正兄因夫妇。赵永姐甲赵莹赵莹特别倒来顾爸爸妈妈碧兰欢迎碧兰甘太太碧兰搁较边仔是亚文你无爱亚文敢是？亚文姐毋是诶？亚文姐叫着毋得起来。无我咧想讲啉唔着去，佮底部佮戴口罩。亚文姐，我来介绍尔湾教会张启珍因夫妇拄好为美国倒来张启珍尔湾伫加州阮的教会欢迎，会知影真 surprise 敲电话互我叫英姐，欢迎叫英姐。过落去桂月姐
哦，甲云安啊，规划这甲查某囝，规划这过年过几岁哈？98啊，可能今仔上侪岁哦，吼。哦，伊逐礼拜拢有迄个吼出席来迄落，嘿，啊，秋心老师的妈妈，头先你敢有徛起来无啦吼？贞子吼，简书这吼啊，电空社吼，好，啊后壁是宜兰吼，啊翠芬告来，哦，他先出去了吼。伫楼上啊，伫楼顶啦吼，楼顶啊，你爱徛起来，我才看有啦。哦，我无看到吼，伫楼顶。哦，啊，过来秀琴姐，甲伊个公主吼，秀琴姐。后壁我来介绍一个，我原来吼，我毋超40-50年捌看见，我的家人为德国回来吼，啊，骆依依啊，我的二哥啦吼，堂哥，信义吼，张信义牧师的弟弟吼。啊，因为德国回来吼，我头今仔第一遍看到，40年、50年可能有吼，毋捌看过啊吼。啊，郑董兄来欢迎郑董兄叶华、杨老师吼，杨老师伫后壁，好，过落去位啊，李校长了，甲李医师，啊，你个家族吼，宜家，甲瑞恩吼，伊伫后顶吼，甲李医师来迄落，吼，啊，过落去咧。我落腾讯，甲妈妈咧，妈妈敢有来？哦，伫咧3楼，哦，腾讯妈妈。啊，搁过敢是丽凤姐哈？敢美姬姐吼，是咧你搁挂口罩，我无看到吼。美姐姐诶妹妹吼，美姬姐欢迎。啊，你楼骹这边车拢差不多啊。啊，这台车啊介绍了。就要存楼顶啊吼，楼顶啊，来郑雅甲郑义啊，甲义芬，郑雅甲郑义甲义芬伫楼顶。那一个是赖玲玲吗？哎呦，欢迎赖玲玲，校长吼，玲玲甲以欣，啊李泽呢？哦，李泽在音控室哈，音控室内底哦。好，今年介绍过啊，康雄，谢康雄介绍过啊，太强兄因夫妇欢迎因。哦，啊祥林吼，你的家族，啊甲妈妈，请你起来。哦，大家拢来啊，吼，好，无简单吼，真欢迎吼，啊，真欢迎因的家族，今仔难得全部都到齐了吼。啊，明章，哦，杨明章长老，哈，甲春凤老师，来静妹甲俊廷，边啊一个我就恒正，吼，恒正甲查某囝吼，伊的太太林如吼拄好跋在迄个击剑登去，所以今日说无来吼。后壁是毋是宝财啊？宝财介绍了迄个恩慈老师的爸爸林显吼，林俊良先生欢迎。公宽兄，你有徛起来，我才看有吼。公宽兄，安尼我还佫有老高兴啦。后壁迄个咪来咪去，我无啥看他。顺传啊，顺传兄曾顺传兄。还有米伫倒啊开无？较头前者我看一下。我要足久无来，要安叫？蔡医师你拢等于伫高雄，敢毋是？蔡医师欢迎你来，有老高哦。咱可能咱到地下室来用简单的茶点底下来开讲了来拜年。欢迎咱大家新年恭喜谢谢大家。感谢牧师，安尼牧师应该有通过这个考验无啦？三个来吟上营信息第525首。
讲一下吼，即个我想是下个礼拜啦吼，咱的迄个王长老吼，王光亮长老伊做一本册吼，叫《医心》，是后礼拜下晡3点，我喺自己检拍丁州路3段184号，迄个是伫迄个台大附近遐吼，台大公馆后壁吼3段，是后礼拜下晡3点吼，欢迎伊的新书的发表签书会。 咱会通去甲恭喜吼，多谢。三甲来吟上吟信息第525首，愿为万民求主照顾，写三甲起立，吟第1集、第3集、甲第5集。愿为万民求主照顾，是阮大哥大做。 高求救援最爱用他属何地万本国，何我免地度掉真情，国经平安快乐，正是法定向前之心，常求心长久。 万邦的主愿将本国交代伫你身手，求你保护是阮所学，孤等罪我请求。阿门。咱来受上帝祝。 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因带，甲台湾、甲全世界以及愿正大家每一个家庭三甲一个，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倒避讳。